Just delay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zin Dandar，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今天我们来学如何用藏文去问对方“您要去哪里”，以及当有人问我们你要去哪里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用藏语来回答。您要去哪里？在藏语呢是 Kerang kabar pergi。Kerang kabar pergi。Kerang 呢，我们学过是您第二人称的敬语。嘎巴是哪里？这个“然”呢，在这边是一个格位词用来区分要去的目的地以及去这个动作。Pep 呢是去、来、走的敬语所以对别人呢可以用 pep。那搭配着情境以及前后文，我们就可以知道 pep 呢，在这个句子里面是要当去还是来。所以 pep giin 在这边呢是指要去 kera kabar pep giin 就是您要去哪里。好，那我们跟比较熟的朋友平常在讲话会用平语，我们就可以说 k gajogi 或者是 kyo랑 gajogi。k 或者 kyo랑都是你第二人称的评语。嘎巴呢是哪里？但它念快一点的时候呢，听起来像嘎哇或者是嘎所以 k gawa jogging 或者是 k ga jogging。好，着呢就是去走的评语jogging 就是要去 k gawa jogging k ga jogging 就是你要去哪里。当别人在问我们你要去哪里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回答呢？假如说我们要去学校，我们可以说啊，hopjala jogi。啊呢是我，hopja呢是学校，啦呢是格位词，jogi 就是要去。啊，hopjala jogi，我要去学校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些对话，然后呢同时可以来学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去的场所的藏语。Hello, can I go picking? 나 자칸라 저기. 저거, 저 가 저기. 나 ngô 저기. 그살라, can I go picking? 나 맨칸라 저기. 아니, 저런 가 저기. 네, 당간 내 칸라 저기. 제라시오. 예, can I go picking? 나 빼질라 저기. 큐 가 저기. 야, 당간 고마다 저기 있다. 야야, 바이바이。好，我们来看刚才对话里面出现的单字。第一个呢是扎康，扎康呢是邮局，扎呢是邮递的意思。好，康呢是康巴房子，所以扎康呢就是处理邮件、处理邮政的建筑。好，所以扎康呢就是邮局。我们来看到银行康。呢是银银子银两，古时候呢用银子银两作为货币的单位，那所以钱呢也叫做康银行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 man 康 man 呢是药的意思，用药来医治病人的地方就是医院或者诊所，所以不管是那种综合医院、大型的医院 （General Hospital） 还是一般的那种 clinic 诊所，都可以叫做 man 康。好，累空呢就是你办公的地方，好，所以你办公的办公室 office 呢可以叫累空。那像七四累空、南西累空、北松累空，那个外交部、内政部、保安部那一整个部门 department 也可以叫做累空。那 bureau 一整个局也可以叫做累空。所以呢累空呢就是办公室办公的地方。好，再来我们来学滚吧。好，滚吧呢是寺院的意思。好，这个滚呢有偏僻的意思。寺院呢不能够建立在闹区，所以要建立在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，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滚吧就是寺院。杯子。杯字呢是图书馆，这个杯呢是杯恰或者是恰杯，好就是经书。好，杯恰呢是平语，恰杯呢是敬语，好就是经书。字呢是仓库、储藏室的意思。杯字呢顾名思义就是书的储藏处，储存很多书的地方，所以杯字呢就是图书馆、藏经阁。杯字，杯字。
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再见。